根据着日经亚洲的报道，有几多名台积电的员工涉嫌在职期间想要偷摕2奈米先进制程的机密。这高检署证实讲，已经伫咧调查咯。虽然是由台积电主动发现，这机密资料真有可能是走去日商东京威力科创一个工程师遐。目前有3名被告已经被羁押，那台积电也会甲这个涉案人员开除，会追究到底。我们维持对今年全年营收的展望。若以美元计，台积公司2025年营收预计成长接近中段20位数。董事长魏泰嘉领军今年6月份的股东会宣布营收的好成绩，尽管大工大抢台积电在半导体制定有领先的地位，不过即马所爆发内部技术漏泄的重大事件。根据日本媒体日经亚洲的报道，是一挂员工涉嫌在任职期间违规摕到2奈米的关键技术。比较关键的是，他会不会去改善对手的良率？因为现在我们主要的对手其实并不是他没有先进制程，而是他先进制程良率太差，长期来讲对台积电的影响就会比较深远一点。针对台积电营业秘密红头贴，这个高检署证实已经伫侦办。专案是台积电主动发现在职的员工档案接触无正常，经过台积电内部的调查了后，发现公司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，和前员工和现任员工非法取得。检方在7月25到28实施连续团6个被告，其中有3个人涉及国家安全法嫌疑重大，被羁押禁见。最终的使用者会不会是其他日本的跟台积电的同业？这个部分台积电就必须要予以防范。而会不会有一些关键性的技术，他们还没研发出来，他们就可以透过台积电所用的方法，缩短他们的研发时间。台积电真正是到日本的成本去设厂，带动当地的经济。今嘛根据调查，漏泄的资料技术拢总流向日商东京威力科创的一个设备工程师，伊捌伫台积电系统整合部门做工课，目前嘛列入调查名单。对这公司回应讲，公司无做任何评论，另敢有重大技术通外流。台积电是无讲，敢若强调讲，已经对违规的人员做严格的惩处，绝对严格来处理，追究到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